关这件5亿高中生的命案，台中的检方为大楼甲病院的监视器，为死者甲生下的男子的手机的通联，为代代法医的各项的检验，嘛针对着 DNA 一一来做深入的调查，最后认定生下的男子杀人的罪嫌不足，所以做出着无起诉的处分。给我们意见，让我们去做查证。 为了要验证姓害查某人涉嫌杀人的罪证不足，台中地检署列出外界提出的10大质疑点来一直调查。其中上要紧的就是法律高大成质疑的高中生手骨有尖孔，甲颔管有吹痕。检方用急诊室为名来说明，左手施打强心针剂或输管的一个动作，者的右处施打针剂以及输管等，这些纱布在检察官相验的时候都还存在着。 那颔管的吹痕，检方认为讲这是急救的时产生的。另外，外界质疑这个高中生有可能互人下毒，还是灌醉，检方嘛深入调查。我们验不到死者的血液、尿液里面有酒精成分。无啉酒，敢会像高大成质疑的互人主洪嘉里？检方讲，特别验尸了后，伊的钾浓度拢正常，介于3.5跟5.1之间的正常钾离子范围浓度内。 有关法医高大成怀疑讲，死者是从头的，即地思讲落来的所在草啊拢死去。因过检方派人去调查，发现讲这个所在本来就无草啊。也有人质疑讲，死者可能是为其他楼层被杀落来。检方讲调查3楼的监视器，代志发生时无发现任何青份人的影像，啊，敢会为下架有关的8楼落落来？伊用一张图来说明，他有被撞击伤，以及有可能是树枝的刮擦伤，从8:1。 应该不可能掉到这边，在这边，然后再掉到这里。有人翕到姓害查甫人伫代志发生后变装落来楼骹看，检方调查发现讲，这毋是迄天翕的。这一个是5月8号被拍的，5月8号警方又回去查证的时候被拍的。 检方讲，外界提出的质疑，拢有一例的调查，认为杀人的罪嫌不足，敢若起诉伪造文书。律师表示讲，若是姓害查甫人伪造文书被判有罪，那咧继承权将归高中生的老母，会拍卖争取高中生老母恢复台湾的国籍，也是无国籍身份来继承所有的房产。啊，若是最后是以中国籍的身份来继承，那你就加200万的份额尔，其他拢来充公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